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的3月初1。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37节到45节，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当咱咧回顾整个圣经咧讲到选民的祝福，咱一定爱倒转来伫亚伯兰，上帝互伊福气。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互伊两个应允，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伊的后代啦吼。咱之前有看到迄圣经讲，上帝带去外口，讲天顶的星，像咱讲海边的沙，即种的后代子孙。但是遮尔济子孙，总是爱有一个起头嘛。当迄个时阵，亚伯拉罕还未有囝的时阵，上帝甲讲：你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伊实在是有困难了解啦吼。即个起点就是讲第一个囝到底是啥？对亚伯拉罕来讲，甲上帝角度是完全无共款的。即个起点。就是亚伯拉罕，还是讲咱按讲亚伯兰家己的囝伊是玛利吗？当然嘛毋是嘛吼。嘛毋是亚伯拉罕伫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所提的以利以撒，这嘛毋是上帝要互伊的起点嘛吼。就是咱拄则讲嘛毋是凭即个撒拉的意思对夏甲所生的伊是玛利吼。这是咱要爱来思考的物件啦吼。这个后代起头是爱伫上帝的旨意下骹所想事的应允，要成做伊的祝福吼。所以其实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应允所得到的后代，并毋是咧讲到一种的福气，并毋是咧讲到迄个囝尔听啦吼。其实，这个后代是对上帝的旨意，焦点搁伫上帝的旨意啦。上帝要透过囝想事祝福互这个亚伯拉罕。所以，咱今日搁来重新看今仔日的经文，伫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安怎讲？耶和华照伊的话眷顾撒拉，对安尼耶和华照伊所讲的，甲撒拉做成。亚伯拉罕年老的时，撒拉怀孕，到上帝对伊讲的日期，就甲伊生一个囝。亚伯拉罕甲撒拉所生的囝号名叫以撒。以撒出世第8日，亚伯拉罕照上帝所吩咐的，甲伊行割礼。伊的囝以撒出世的时，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讲：上帝互我欢喜笑。囡仔听见的要甲我同欢喜笑。佮讲，之水的大声甲亚伯拉罕讲，撒拉要互婴仔属灵，因为伊伫年老的时甲我生一个囝。这嘛倒转来伫咱之前所讲的吼，就是讲照上帝的计划是超越人的当想象的代志啦吼。所以遮有几个角度咱要来看。第一个是上帝照伊家己的旨意，伫人看袂使的所在，上帝安怎要来甲做成，这是照上帝的旨意啊吼。所以第二个就是讲，互撒拉怀孕这项代志是上帝伫无可能的中间，这是人的角度。对上帝来讲，凡事拢会使，这是第二个角度。对伫伊年老得到囝这项代志，这是第三个角度。当这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伊的太太撒拉已经90岁。照生囝拄则会咱所读的经文讲，90岁佫会当互婴仔属灵，这是超越人所会当想象的。特别是撒拉伊家己认为，伫这个创世纪18章12节的所在讲，我既然已经衰败，我主也已经老。敢可能有即种稀事，所以对伊的角度来看是绝望的，
对伊来看是绝望的，对伊来讲生产这项代志对伊来讲是死的啊。所以因认为讲这无可能嘛，人的理解、人的能力顶悬，所以因是个将军要死无五望的人。但是上帝却互撒拉伫迄个时阵来怀孕生产，亚伯拉罕年老的时阵来得到囝。这互因对头前的年岁中间迄种咱讲的感觉无福气、无望的，来得到借着这个囝得到福气啦吼。这是今仔日咧讲的，所以第四个角度是讲得到福气。再来讲，什么人会当对亚伯拉罕的撒拉来讲我要生囝吼，这样代志啦吼。所以伫年老的时阵生一个囝，生一个囝亚伯拉罕呢吼。所以因伫无望的中间，伫死亡的中间，伫绝望的中间，得到五望，得到救，得到祝福。这是对伫囝所得到的吼。上帝透过囝这项代志，赏赐祝福以及拯救的旨意是非常明白，特别是伫亚伯拉罕这个家啦吼。所以咱倒转来看，这个囝是咧讲啥？咱对亚伯拉罕撒拉生囝这项代志，看见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祝福。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真清楚，这个囝所咧指的，毋是以撒，是咧讲啥？想上帝的旨意下面的拯救，这是咧讲啥物人？咱来读经文吼。伊讲若是论到囝，就讲上帝啊，你的作为代代伫地，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权柄，你爱公义，万分不法。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用欢喜的油抹你，赢过这个谈判。佮讲主啊，起头的是你落地基，这个天也是你的手所做的。因要灭无，独独你久长伫地，伊要亲像衫渐渐久。你要将因卷起来，亲像外衫，亲像衣服，因就要变换。独独你原在是安尼。你的岁数无穷尽，对上帝来讲，100岁还算少年啦吼。上帝的救恩从来无改变，伊赏赐伊的独生囝，将五望甲救恩，咱会记只有上帝的囝，才是因为迄是上帝的应允。亲像耶稣基督伊家己伫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伊所咧讲的。伊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活命。若无透过我，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所以上帝的旨意所生的应允的囝，才是咱要得救蒙恩的一个方向，一个管道。所以毋通亲像亚伯拉罕甲撒拉共款，想要用别个来代替。咱咧讲即个伊的义囝啦吼，客囝安尼吼。也就是讲，用家己的方法叫夏甲替亚伯拉罕来生以实玛利，这毋是上帝的旨意啦。咱会记祝福是上帝互咱的礼物，咱讲运输 gift 所以毋是咱家己来买包的讲这上帝互我的礼物，这毋是祝福所以对伫亚伯拉罕甲撒拉，互咱的思想耶稣基督是上帝借着囝所赏赐的祝福伫咱中间。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到第11节，37到45节。创世纪第27章，创世纪21章的第1到第7节，希伯来书第1章的8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当我们在回顾圣经里面说到这个选民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亚伯兰的祝福这个焦点去思考。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给了他2个应许，第一个是土地，另外一个是后裔。我们之前的经文读过，上帝把他拉到外面去，让他看天上，说你的后裔将来要跟天上的星一样，或者我们说海边的沙。
这么多的子孙孙，我们先不要讲他相不相信，这么多的子孙孙，总是要个起头吧？这个起头就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或是说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回了上帝说的，我有一个义子干儿子以利以谢，不是的，更不是那个凭着撒来的义士由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这个后裔的起头是在上帝的旨意所赐下的，或是说应许所赐下的儿子，这个才要成为祝福。我们记住这个观念啊。其实亚伯拉罕从上帝的应许说要得到后裔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祝福并不是真正指儿子这件事情啊，这个祝福其实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儿子啊，可是上帝的旨意才是重要的。上帝要透过他的旨意所赐下的儿子来赐下祝福，我们说的应许啊。我们再次的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一起读一次了哈。创世纪第21章的第1到第7节，他说：上主按照自己的诺言赐福给撒拉，她怀孕，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果然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出生了。亚伯拉罕给他取名以撒。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规定，在以撒出生后第8天替他施行割礼。以撒出生时，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上帝使我欢笑，听见这事的人也要跟我一起欢笑。然后他又说：谁会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育孩子呢？但是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有几个角度，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哈。经文的最后面他说，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撒来讲了两次哈，他说谁可以预先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问。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照着他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才是我们得到赐福的一个来源这是第一个角度啊，从上帝的旨意，或是我们说上帝的应许。第二个角度是撒来怀孕的时候，这个是在讲什么？我们刚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撒来在讲的话之前，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怀孕对不对？他说上帝按照自己的诺言赐福给撒来，这个是圣经写的然后第7节他又说，谁可以预先跟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育小孩子呢？他是不可能可以抚育的。以那个年岁，以人的角度，那个100岁的亚伯拉罕跟90岁的撒拉。在创世纪18章12节，撒拉这样说：我既然已衰败，我主也老迈，我岂能有这喜事？对他们来说，从人的理解，从人的能力上面来说，他们已经是一个将死无望，特别是对生孩子这件事情是死掉的了肉体上的但是上帝却让撒拉她来怀孕生产，让亚伯拉罕呢年老得子100岁耶，这是年轻人才在做的事情第4个角度，我们看到蒙福这件事情，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要蒙福，要得到土地，要得到后裔。其实土地跟后裔都是一个工具而已，真正的祝福从哪里来？从上帝。所以撒来他说嘛，谁会预先给亚伯拉罕说撒拉要抚育孩子呢？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
那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创世纪第7章15到21节的记载，他们可以说是在无望、在死亡当中、在绝境当中，他们得到了盼望，他们得到了拯救。记得这件事情，上帝透过儿子这个应许要赐下的祝福跟拯救，这是上帝的旨意，是非常明白的了。那我们来看看新约的角度，从希伯来书如何提到儿子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第1章第8到12节，我们把经文来读一次。他说，关于儿子，他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世世长存，你以公平掌权，你喜爱正义，憎恨不义，因此上帝，你的上帝选立了你，他赐给你的喜乐远超过赐给你的同伴的。他又说，主啊，起初你创造了地，又亲手创造了天，天地都要消失，而你却要长存。天地像衣服一样破旧，你要把天地卷起来，像更换衣服，你却始终如一，永不改变。上帝的救恩从来没有改变，他赐下他的独生子，将盼望以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只有上帝应许的儿子才是。如同耶稣基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他这样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上帝的旨意所赐下的应许，才是我们的救恩蒙福之道。不是上帝的应许，那个都不是真正上帝要透过的儿子来得到祝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亚伯兰还有撒拉一样，他们想要用义子来代替，甚至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要下甲为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来代替。这个都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跟应许，不是应许之子啊。赐福 gift 是上帝所给的礼物，是照那个给的人的意思方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不可以说我需要救恩，所以我自己去买一包来包一包啊，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这是不对的。我们要等候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借着他的儿子所赐下的赐福。